新北含台南有几多位区长受到干体质的恐吓批，而且佫合成赤身裸体相片，目前警方当日追查。高雄捷运红线行有穿红衫的查甫人出现伫铁枝路顶头，落尾是人碰见，这捷运警察也当日追查伊的身份。美国航空 AA1006 班机紧急票伫丹佛机场所发生一引擎导火，172名乘客机组人员拢有逃生，但是有12个人轻伤。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4日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新北市呢，最近有传出讲有5名区长有收到这干体质的电子批，这批呢，甲一拍开来看，虽然是一寡合成，而且拢是赤身裸体相片，内面也有这个恐吓的话句。市长侯友宜表示讲，已经有报警察，也请这新北地检署侦办。另外，台南市的区长也有接到这款假相片的恐吓批，甚至是查某区长也有收到。台南市政府就表示，警方单位当咧处理啊。内面的名是市委共青团的干体质的批，台南市东区区长黄炳元看到内容是规个讲气，因为内面竟然是真侪张家己含无熟悉的查某人不雅影片翕的相片，而且留联络方式，暗示有代志好好讲，佮讲超过处理时间，导因姓名举报。第一时间其实是赖给我太太啊，因为我也怕我太太误会，就是很怕说，我们的区民啊、里民可能会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科技的问题会遭骗，所以我才会揭露出来。信件的内容有写到说，如果想要尽快的来处理的话，就联系谁谁谁，这个完全就是实质的这个恐吓。台南市民政局长江林宏表示讲，东区的区长黄炳元收到批了后，佫有接到真侪其他的区长来通报，内面有查某区长，内容大多数拢是合成变造的不雅相片。因为大家人状况无同，除了请政风处报备，区长嘛照家己的状况报警察处理。目前佫在统计有偌侪人收到这。由刑警大队整合各分局受理此类案件资料，也与其他接获类似案件的县市警察局联系。并与刑事警察局组成专案小组扩大调查。不过，唔那是台南市，新北市嘛有5区的区长，包括5股、邦桥、十指、瑞丰、金山，同款拢收到这对中国来的奇怪的批，内容同款拢是合成不雅相片，联络的联络方式和恐吓的用词拢相同。实际纠正，邦桥区区长陈正奇的秘书表示讲，代志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无方便加讲。对这新北市长侯友宜讲，第一时间已经报警查，而且送新北地检署侦办。第一个时间就报请新北地检署来侦办，查到底谁在发布这些不实的照片跟消息。对这新北市刑大讲，经过检视，相片的背景和影像的位拢相同，这明显是电脑合成，不是的影像。新北市警察局接到通报，已经报请地检署指挥，而且要和刑事警察局组成专案小组，深入查明嫌犯的身份和犯案动机，迈向大家一个真相。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昨宣布要恢复军事审判制度，来因应中国的统战甲渗透。像当初就先废除军事审判的洪仲丘案，这个案件律师就是国防部长郭立雄。伊强调讲初心无变，因为军事审判制度，互人是无法度相信，所以即马呢要打造一个全新的制度。因应中国统战渗透不断，总统赖清德下令提出对策，宣布恢复军事审判。只是讲部长郭立雄12年前担任洪仲丘案的义务律师，当时话讲绝对无用阮军法搁恢复，互人质疑是郭部长陷郭律师的脆皮。我的初衷并没有任何的改变，因为过去的军事审判的制度确实有不被人信任的这样的一段历史存在。那与其说我们现在是在恢复这个军事审判，不如说我们要重新打造一个全新的军事审判制度。现在就做好这个相关这个平时审判制度适度维护，可以因应这个平战的转换。当时司法通过，敢若有战争的时阵才适用军审法，互军事审判制度形同互人废除。郭立雄强调爱全部检讨，不过新制度什么时阵上路，都还无有确定的时间。体育会主委严德发嘛认为，恢复军审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行政院长窦英台是讲，会限缩样态，甲较早会完全无同。针对中共的对台湾的渗透、统战阴谋跟这个吸取我们的情报，我想有嚇阻的这个功能。第二个主要就是维护我们的军纪，因为军纪是军队的命脉。有些
军事审判人员条例的组织，还会进一步的去全面的展开必要的修法跟立法，相关部会的职务一定要限期的来考核。来限期的来完成。在野党无反对讨论恢复军事法庭的议题，不过质疑未来军事法庭是不是未有军事人权的问题。国再反对，即马是要准备进入战争啊审。我们可以去讨论，是不是未来我们在一般法院可以设置军事法庭，或是说是可以引用军法官来参审，但是不需要恢复到这个军事审判，除非说赖清德已经准备台湾要进入战争了。当初推动废除军事审判制度，是为了要挥别过去威权时代的制度。那请问，今天要恢复军审法，它要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连草案都没有。我们也要请教在野党。面对中国的渗透侵略的意图，那么他们到底有什么更好的作为？未来若是经由立法院修法通过，现役军人触犯陆海空军刑法，会交由军事法庭来审判。民进党强调，为了确保国安第一，范围嘛会采高度限缩，呼吁调野理性审判甲讨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民党立委鲍昆萁伫2024年立委选举进前，向野讲有送这竞选物品予共党的立委候选人，涉嫌违反选罢法和反渗透法。这北检警指挥调查站的北基站，去撬这鲍昆萁伫花莲的这员工宿舍，甲一名姓李的员工带走，目前正在调查。鲍昆萁今仔日也讲，这北检无管辖权，批评是执政党对杀在野党。不过北检是强调，进前已经有超卖物件的这间公司建天下和负责人的徛家，地点拢是伫咧北检的管区，也强调侦办案件并无声色立场。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的总调鲍昆萁去年向北料讲，提供南亚的立委候选人，一个人1万组的收增加组来做竞选小物，方指控涉嫌违反选罢法和反渗透法，互人告发。执事鲍昆萁伫花莲吉安乡的员工宿舍，互检调敲吹，伊当面讲是政治迫害。赖清德惯用的台北北检，第一个他没有管辖权，所有的进出口商都在花莲；第二个，过去所有的清查都很清楚。他一切合法，去搜索员工宿舍，说要带走我家种花种草的员工，都已经调查完毕的案子，可以再重炒。请问违反会计法可以用这种强度吗？而且已经侦结的案子可以这样搞吗？检调接到通报，花莲正天下公司卖这收增加组织竞选小物，疑似违反商业会计法和伪造文书罪罪嫌。2月底先敲找正天下公司和负责人，前花莲县观光处长苏义顺的徛家，10月第2摆敲找鲍昆萁姓李的员工伫台中的徛家，14是第3摆敲找姓李的员工，即马住在花莲的员工宿舍。不过鲍昆萁中心竞选小物这案，第一2024大选进前，已经和各地告发、各地检署嘛已经终结，一切合法，和境外资金无关系。这个是由台北地检来独立来侦办哈，那这部分我们没办法去做一个介入哈、指导哈、干涉哈。当初洪质疑讲接受无偿送礼收增加组的这单位，有的是激点点，有的是讲伊唔知影。会不会担心说也被调查？会觉得执政党在迫害副总，知道吗？会觉得这是政治迫害吗？不好意思，当时知道这个凶楼组有超过价值吗？所以才给发放。其实我也没有，那时候只有订3000组。结果呢，我们的部分是他东西很慢来，选完了才来，所以这个部分呢，就变成说我们当那个时候也就没有再发。款项的部分是您这边自己出的吗？还是？对啊，我们自己出的啊。他要查，我们当然愿意说明啦。另外，姓李的员工被带走了后，伫登机站约谈，下晡4点40离开。检调10时并无敲找鲍昆萁国会办公室。北检强调，正天下未竞选小物的相关地点，包括北检的管区，因有管辖权。中心侦办案件并无有失立场。目前专案是检察官继续在调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开始，纽西兰入来到台湾的这牛奶免扣税，台湾的业者也希望讲，超过30天是袂当标示做青年。行政院是安办公室今仔日也召开会议，宣布未来进口入来拢爱写牛奶，要若是台湾生产的，就要摕到相关的标章，才会当标示做青年，互业者1年时间做准备，明年7月生效。
目前市面上国产的饲牛奶保存的期限有12天，嘛有13天的。为今年开始会当零关税进口纽西兰牛奶的产品，嘛是写饲牛奶，不过保存期限有到90天。国内畜牧业的业者希望市场会当有区分，因认为保存期限几10天的，袂当标示做饲牛奶。行政院食安办公室拜五宣布，未来进口液态牛奶，号名敢若会当合作牛奶。也若国内牛奶都要摕到饲牛奶的标章，甲 CAS 台湾优良农产品的标章，也有3项履历，才会当标示做饲牛奶。是要帮助酪农产业，要提升国产鲜乳标章的位阶，也可以避免消费者误解，这样的方式最能够帮助酪农。国内原底按说要规定保存期限14天以下的，才会当标示做饲牛奶。去年6月预告，期限30天以上的，应该标示做延长保存期限的饲牛奶，甲长效饲牛奶等等。不过国内业者不满的，是因为还佫有青这字。不日告通报世界贸易组织 WTO 了后，日本虽要求提出科学证明，美国嘛2届提出意见，认为安尼违反 WTO 无歧视等等的原则。罗马州行政院决定唔免用保存期限来区分。农业协会表示，安尼做较对着时代。我想这个是一个国家标准趋于比较进步的规范，符合国际规范是对的。我们与时俱进啊，不能够永远停在40年前的这个文字啊，这个是不对的。画面内底为日本进口的这款，直接写日本牛奶。未来根据新的规定，进口的液态牛奶，拢爱像安尼写作是牛奶。另外，针对牛奶相关的饮料，若是使用冷冻浓缩的牛奶，都要标示做护原奶。目前行政院规划新的规定，会给业者1年缓冲期，在明年7月份开始会正式生效。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咱使用这个建材代理招，真侪拢是人工制作的。劳动部调查发现，讲相关产业劳工防护措施若无做好势，可能会甲这营养输入去，影响到细胞功能，是这刷气的高风险族群。要求这业者呢，就要进行风险的管控。电场中展示各种建材，顶悬的代理招花路真水，敢若真诶。其实这拢是利用纳米电技术做出来的人造招建材，因为伫机甲设计方面使用方便，高销往欧美这个所在市场不佳欢迎。从现场的加工量，我们都把它减少了，给简化了。施工的案场呢，环境也比较干净啊，也不会有造成大量的粉尘啊，还是说有一些重污染的问题。人造招这种新型建材，最近伫建材市场市占率持续升悬，会当用伫厨房的台面、浴间啊台面，也是壁等等。不过劳动部调查发现，其中人造招用二氧化铯，因为含量较悬，长期去烧掉，都可能引起吸气病。这个人造石的铺落的粉尘里面呢，结晶型二氧化气的这个浓度会高达到90% 以上，粘着在我们的肺里面哈，那慢慢的会影响我们的肺的换气功能。劳动部发现，过度受到二氧化铯的劳工，当年肺功能下降的速度是一般人的10倍。过去4年，全台湾拢总通报17例相关吸气病的案例，上少年的患者才30岁，要求业者一定要做好风险管控。要注意的就是工作环境一定要注意通风啊。那实行这些工作的人员呢，当然是尽量都要戴一些比较好的口罩啦，可能要到 N95 等级。医师表示，这个产业劳工肺病的病况，往往需要做电脑断层才看会出来。甲较早炭坑工人得到吸气病，爱10多年后才破病，速度会更较紧。必须都要好好挂呼吸防护器具，保护家己，以免职业灾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捷运的红线当中，这列车来到这公山高医站头前400外公尺的时阵，司机员发现讲有一个穿红衫的查甫人，伊就伫咧铁基路顶头，伊是赶紧把这车停落来通报刑控中心。这高雄捷运也随派人去找，警方也有人来，不过落尾是拢无找到这个查甫人。检查了后，确定无问题，下晡2点半恢复通行。即马这捷运警察也正咧追查这个查甫人身份。高捷红线前部站的外口排队排甲热热长，拢要等坐接上车，只是因本来拢伫捷运顶悬。那你刚才说不知道吗？对，都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被请下车？
坐到青埔站的时候。真侪人红车落车的时阵，都唔知影发生什么代志。原来是14下晡1点13分，一台车经过R23桥头车站到R24公山高一站之间，列车的司机发现讲有人行伫轨道，紧急停车嘛，通报监控中心，高即出动一队人过去巡轨，警方嘛到场，但是却无找到入侵的查甫人。司机员紧急停车后，该名男性沿着列车旁边往南行走。司机员回报行控中心之后，紧急折返到南侧驾驶室，也不见该员踪影。列车中阁停伫站和站之间，迄当阵车顶有40个旅客拢无安全。R22A 糖厂站到RK1冈山车站站台服务，造成不便，敬请见谅。为着确保安全，红线青埔站以北到公山高一站中阁停驶，其他的路段局部运转，包括改足8分钟。他有广播到青埔站好像是故障还是什么，然后可以搭的就搭啊，然后不愿意搭的到好像到青埔的时候换公车这样子。一台车走之后，接着等下一台车，其实也等了4分钟就到了，也还好。高级怀疑讲，这查某人是对高雄捷运北机场附近的围篱并入去轨道区，去现场发现有一寡围篱和一般的枪围宽度是差不多。这是轨道区内面有750步路度的3轨高压电力，嘛卡会互列车弄到。高级提醒讲，凊彩弄入去轨道危险性是真悬，而且这种行为嘛违反大众捷运法，上悬会当甲罚7500。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的林路往到潮州这铁路高架桥卡呢，有全国第1条的铁马国道。不过，这条路不受这奥多派撞入来，对民众安全造成威胁。潮州分局就表示讲，1月到单呢有8件违规罚款，之后因来加强临检。奥多拜对远远的迄头骑过来，看起来真肃常的代志。不过看到路口这个牌架，你就知影安尼是违规的。这是潮州市区铁路高架桥卡的自行车道，汽机车拢袂当入来。有民众表示，因为附近有真侪骑家，大家贪方便，尤其上下班的时间，上接看到违规乱象。当然是尽量卖入来啦。啊，有的人嘛是住哩，像讲住哩这边边啊，也是讲住哩这边房，他们就是认为方便一点啊。行路人较侪。啊，铁马骑入来敢济啊？铁马少啦，铁马骑入来比奥多麦较少嘞。阮看到奥多麦，阮会闪啦。哎，感觉危险无？嘿，有啦，危险啦，因为摩托车它较紧啦，伊咧骑较紧啦，啊，阮咧行是慢慢啦，啊，它如果速度。我们闪躲不及的话，就怕会遇到。国道3号桥卡对屏东九如一直到南边的道路，是全国第1条的铁马国道。虽讲潮州市区内底这段只是一般的自行车道，不过同款禁止汽机车进入，因为有民众环境，不管是来遮骑铁马，也是散步运动，不定撞到奥多摆，人爱闪车实在真危险。潮州分局表示，因一直拢有加强处理。113年度。本分局已针对违规驾驶驶入铁道下自行车专用道的机车取缔22件，未来将不定期于民众运动热点时段加强取缔，以确保专用道使用安全。分局表示，进前有加强宣导，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开出8张罚单，以罚上悬会当罚1800块。未来伊嘛继续增加临时处理勤务。记者柯家祖、柯昭雄、屏东采访报道。宜兰某一个国中的体育组长讲，总部主任会甲伊匹配叫甲刁难，向学校申诉霸凌。学校成立这调查小组，也认定讲这集场霸凌有成立。不过，这位总部主任说是唔承认，当日提出行政纠正。我跟他讲就好了。伫办公室环境，国中省干的体育组长指控省长的总部主任涉嫌职场霸凌，主要伫办公室故意伫上课时阵，伫学生的面头前大声骂，甚至不当查课，提手机落去上课进行。那我主任呢，直接就到小孩子还有我的面前，直接把小孩子手上的报名表直接扯掉，对，直接扯掉、收掉，然后直接对我咆哮说，事情不是这样做的。现届嘛，组长指出，业务上常常副主任针对伊无法度高奖分，提出职场霸凌申诉。经过学校调查，这主任被认定职场霸凌成立。不过学校后续无任何作为，这主任也无受处罚。我们也把结果正式发函给2位老师，那也。里面也告知2位老师相关的一个行政救济的一个办法，这样。他是跟我要资料，那我有说，请你列下来，我会提供给他。请问我这个有刁难吗？我会申诉，而且我已经委任律师了。在针对这个个案的情况，那现在目前调查结果也确定，那
学校应该就依相关的规定进行后续的处置作为。县长主任无承认有霸凌行为，学校指出霸凌案成立了后，上教师成绩考核委员会，按个主任也个人用行政救济，专案单定案了后，考核会才会裁处。双方目前的职务未过户业部接触。要就是揭露资讯嘛，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那学校在做什么处理？人本教育基金会提醒，若学生有看到相关的代志，一定会受影响。学校应该完整讲出来，让学生了解状况，也叫未来安怎预防这种代志个发生，唔通让事件正做伫校园之间传来传去。公视新闻依然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伫咧台湾时间14早起，这美国航空的 AA1006班机赶紧晓伫咧科罗拉多州的这丹佛机场，也搁伫咧华兴道顶头伫咧走时阵，所发生严重导火，172名乘客含6名机组人员拢有逃生，其中有12个人因为轻伤送到病院治疗。火粉正甲规个出行道，小可会当看到飞机，也甲无用逃生旅客的身影。这是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发生事故的班机，是属美国航空波音737-800型客机，航班编号 AA1006。当地时间为100多公里外的科罗拉多泉机场起飞了后，因为严禁各样，机师决定紧急转降丹佛。伫降落过处到C300号登机门了后，正边严禁线导火。同一时间，机组员引导部分乘客先为机门无导火的倒边技师刷去，再搁由机场用楼梯让乘客落来地面。另外一部分的乘客是为机身后端的机门直接用逃生梯落飞机离开。这是2025年美国航空第2届传出的重大飞安事故。美东时间1月29暗时编号 AA5342号班机，伫准备降落华府的雷根国际机场前，甲美军的乌鹰直升机相撞，2台飞机顶拢总67个人全部死亡。这是美国境内24年来上严重的空难。对于上新的这件事故，美国航空的书面声明敢若讲到甲严禁有关的问题，那是导火的详细原因，也有待联邦航空署 FAA 的调查。公司新闻七家人编译。大约有300名支持这巴勒斯坦人的犹太人士13枪入去纽约的川大楼，因是要抗议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哈里尔去互抓起来这件代志。不过移民官是讲，这哈里尔伫咧抗议的时阵表达支持哈马斯，这美国总统川也支持甲伊抓起来。也若讲到13届的抗议行动呢，警方是抓买100名示威者。反对以色列攻击加沙，声援巴勒斯坦人的非营利组织犹太和平之声，差不多300个人冲入去纽约川普大楼，抗议哥伦比亚大学的巴勒斯坦的研究生哈里尔，因为领导高大学生举行反战活动，而且才一摆和学校谈判。初八，移民官宣布表明身份，强行入去哈里尔伫高大的公寓，甲伊逮捕。事实上，哈里尔有永久居留的绿卡，因某是美国公民，目前是有薪8个月。移民官员讲，哈里尔伫活动内面发表支持哈马斯的言论，已经违反美国的外交政策，会注销伊的绿卡，就要强加防驱就出境。Most Americans, most young American Jews, object to U.S. support, military aid that is being used fo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示威者伫川普大楼的位，就是曼哈顿的第5大道，抗议是超过1点钟。警方以非法入侵者罪名逮捕98个示威者。第5大道顶悬有真侪有名的精品的名牌，是真高级买物件的所在。警方伫骨子头前，甲示威者带去伫车顶，其中1台阁是公车，阁有1架直升机和无人机伫空中飞来飞去。We cannot allow Donald Trump to turn this into a dictatorship, authoritarian, fascist regime. Enough is enough. We all have to stand up, from New York to California, to Texas, to Michigan, and everywhere in between. 哈里尔伫初八被逮捕了后，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支持，佮强调讲，这是未来更较侪逮捕行动的起点，讲是要甲更较侪参与支持恐怖主义、反犹太、反美国活动的国际学生拢递解出境。差不多1礼拜前，川普是以高大无法度有效来阻挡学校内面的反犹太主义做理由，宣布计划退回这个学校差不多4亿美金的联邦补助和合约。高大嘛伫13宣布讲，会对去年春天占学校大楼示威的挺巴学生采取一系列的纪律处分。包括开除学籍和停课。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
联合国人权报告指出，讲这以色列的安全部队对巴勒斯坦人进行性暴力和种族灭绝的行为，甚至是去迫害这生囝真数。不过，这指控呢，以色列是拢唔承认，也讲这指控真含糊。另外，美国总统川普进前讲要接管这加沙地区，即马说是改嘴啊，讲无要把这巴勒斯坦人赶出去。经过超过1年5个月战火摧残，加沙一片如苍苍，亲像拍远同款。今麦联合国专家佫指控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做愈来愈多性暴力甲种族灭绝的行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13对人权理事会报告指出，以色列安全部队伫加沙甲西岸被占领区涉嫌侵犯人权，包括性侵，甚至佫攻击性欲诊所。Certainly, the Israeli authorities would know what the purpose of that clinic was. There is a question about whether those who were firing the tank shell, because our conclusion is that it was destroyed by a tank shell, knew at that time that it was a fertility clinic, but certainly their commanders knew. 调查委员会认定，以色列当局摧毁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生育能力，符合罗马规约，甲防止定义危害种族罪公约所界定的种族灭绝行为类别。这项报告指控以色列安全部队在2023年10月，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攻击以色列男警了后，利用强制烫衫甲性侵，作为处罚巴勒斯坦人标准操作定数的一部分。不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严厉谴责调查结果虚假而且含糊，佮指责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反犹太而且腐败。另外，美国总统川普进前也表示，想要让美国接管加沙，佮永久赶走当地巴勒斯坦人，佮将因改造海滨度假胜地。不过，这几礼拜，川普豆豆改喙，12甲爱尔兰总理见面的时阵，佮表示，无人会赶走巴勒斯坦人。Nobody's expelling any Palestinians. I don't know. وهذا شيء طبيعي جدا انه يتراجع عن كلامه لانه ما حدا في كل العالم في كل الكون من حقه انه يفرض على الشعب انه يطلع ويسيب بيته ويسيب ارضه ويسيب المكان اللي انولد فيه واللي عاش فيه. احنا بنبذل قاعدين الدماء عشان نضل على ارضنا. 哈马斯也对川普明显放弃赶走加沙人的提议表示欢迎，佮喊伊唔通歪向继续以犹太复国主义。不过，川普也讲到，应该马上停火，而且释放所有村的人质。佮强调有人质受非常恶质的对待。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中国伫今仔日举办反分裂国家法20周年的座谈会，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就表示，大总统是台海危机制造者，反分裂法就要防止这台独分裂的法律。不过，咱的陆委会呢也甲伊硬讲，这中国的恶法是无法度约束台湾人的，也袂改变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的事实。中国勇士14发布中国军方怀北南在海顶实弹射击的影片。时间点就伫总统赖清德13发表对中国17项策略了后，嘛是中国反分裂国家法实施20周年座谈的同一天。中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表示，因高度重视运用法律的手段来顶治台湾。国台办主任宋涛讲，赖总统是台海危机的制造者，反分裂法就是要阻挡台独分裂的法律。清晰告诉以非和平方式制止台独分裂势力分裂国家的法律出现。中国唔但对反分裂法强势表态，这一天有12架厝的中国军机、7架中国军舰、1架公务船伫台海附近的活动，对台湾文攻武吓。陆委会主委邱水正严正强调讲，中国的这恶法未改变中华民国成做主权国家的事实，敢若会阻碍两方的交流。这些法律对于我们台湾人民都没有任何的拘束力，同时呢，也不会改变中华民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事实。那只会造成两岸人民的对立，还有激化彼此的敌意。学者分析，要对抗中国对台湾的法律战甲舆论战，重点是要强化民众的辨识感。必须要知道中共在做什么样的统战的工作，比如说他们在这个舆论战是怎么样影响我们的这个民心的。大家要有一个预防针，要有一个病识感的这种概念，就知道说有这样的病毒的这个存在。
学者表示，中国对台湾实际上并无管辖权，会一直咧拍法律战，是想要伫国际上为对台湾主权的正当性来铺路，甚至透过反分裂法等等，降低使用非和平手段的条件，或者是甲武力统一台湾的行为合理化，达到恐吓台湾甚至是统一的目的。学者建议，毋但是政府爱强化反统战的措施，民众嘛爱强化反渗透的意识，才会当反制中国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应对这中国统战，总统赖清德一昨夜呼吁讲，就要落实去到中国旅游登陆的制度。也那外界就伫咧烦恼讲，恐吓安尼先做会冲击到两岸交流。刘委会表示讲，民众配合登陆，万不伊去到中国出代志，政府才会当家己斗相共。也那未来敢会严格来审查两岸的交流呢？内政部强调会清查敢有符合法规。因应中国渗透统战威胁，总统赖清德除了要求严格限制统战人士来台，也呼吁个人去中国旅游，爱落实各种登陆制度。外界是烦恼会冲击两岸交流。刘委会表示，会先宣传整理相关的法令，最好社会沟通。呼吁我们的国人赴陆港澳都应该要去登陆，我们也有赴陆港澳动态登陆系统。如果出现了人身安全的危机的话，我们可以提供必要的协助。国人如果是以旅行团的方式到中国去旅行，都必须要登陆，让我们政府有资料。那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政府才会知道。赖总统嘛要求落实公职人员去中国公开制度。刘委会表示，五院本来就有牵涉到机敏文件人员去大陆的管制要求，不过立法院唔捌报告相关的名单，有名单唔才有公布的意义。外界嘛烦恼未来是毋是会严格审查两岸交流？内政部会先清查是毋是有违规的情形。先就清查的部分先来清查一下有关在两岸交流当中是否有人没有依照规定办理哈。那同时呢，我们也在积极的寻找未来呢，如果需要两岸交流要更公开透明跟揭露相关的这个团体的这个原则。最近，原有真侪演艺人员到对华发展，赖总统指示强化演艺从业人员伫中国发展的辅导管理。外界解读艺人恐惊被逼爱选一边。文化部虽然乐见台湾艺人去中国发展，不过强调袂当伫互人压迫的情况下发表对台湾不利的言论。那我很同情我们的艺人去那边，我也祝福他们好好的发展。可是他不可以因为去那边发展之后，在逼迫下。发出一些伤害台湾的言论。若是艺人讲到什么言辞，才算达到红线哩？立院回应，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内底有明确的法令，会配合立委会，未来原来会增加投资本土的文化产业，吸引创作者、艺人、表演工作者等加紧留伫台湾。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台中警方伫咧汽车旅馆查到毒品异并拍子的这个分弹，还有这独家背包加其他名等等的这毒品，掠到4个嫌犯。这毒品拢讲是因家己要用的，无摕去卖。目前警方正咧调查。医生也表示讲，即种这异并拍子和依托名字是差不多的，拢是摕来做麻醉的，若准乱用会有生命危险。警方入来到房间内底的人假做拢无代志，也毋过天棚这个物件看起来真无正常。警方一个看，原来是毒品。自己灌的哦，这哦，这是那个卡西桶烟那个灌烟弹的啊。是啊。对啊，是谁的？警方进前接到通报，讲有毒品犯伫台中市北区一间摩的路，若像咧使用毒品，去甲敲找了后，发现包括有毒的假背包、开他命等等。嫌犯甚至佫讲家己是买异并拍子遮的原料，也佫有空分弹甲分装的器具，就是为着要方便家己，也佫有朋友来使用。查获林贤等人持有食用咖啡包、K他命及异并拍子烟弹等违禁品一批。警方甲包括姓林的主嫌，也有其他拢总4个人，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上班，也会追究来源，也有敢有咧卖。毒物科医师表示讲，异并拍子甲松西分弹、依托米子是同一类的，异并拍子的结构小可无同，两项拢是用来麻醉的。去年底拢互人列做是第2级的毒品，不当使用会有真大的风险。你用了以后就会。昏迷，可能就神志不清，行为会受到一些活动就会受到影响。混用当然是一定是有，因为就看说，我这个比较 A 比较贵 ，B 比较便宜，我就 B 弄多一点 ，A 弄少一点，混在一起，那就达到那个只要达到这个效果就可以了。
都不可以输也指出一并拍质比依托米质还佫较简单的摕到，所以定定互人摕来使用，甚至是卖钱。警方表示，咱目前全面禁止电子烟的制作、买卖也佫有使用，上悬会当罚到5000万。就算是单纯使用电子烟，也会当照《烟害防治法》罚2000到1万块。公司新闻综合报道。除了进前，这病院急诊室塌塌甜，为着要增加高雄急诊的服务，市政府和高医合作，打算要用6年的时间呢，或者市立的小港病院变做是重度级急救责任病院。市政府也讲，目前高雄4间重度这急救病院，拢是伫咧北高雄的医学中心。这2年呢，这小港病院重伤和急诊的患者拢有增加，这南高雄的医疗资源确实有需要提升。高雄市长陈其迈大旗啊，上阵将小港前镇顶南高雄90万乡亲的健康交到小港病院来守护。这是市府甲高医合作，未来要将小港病院提升做重度急救病院。因为高雄的重度急救病院目前拢是集中伫咧北高雄的4间医学中心。市府表示，小港病院的急诊人数增加，甲113年逐个月平均测5525人次比起来，今年到目前已经增加27%，其中重症的患者加15%。南高雄的救护量甲能力拢需要再提升。包括各科的这个急救医师的助诊，还有医疗设备的同步的这个提升等，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咱台湾来讲不是挡住。高医表示，小港病院要摕到重度急救的认证，6年估计要开将近8亿。因伫182年已经起好急重症大楼，现在上界要紧的都是人力招募。虽然全台湾病院拢面临医护人员欠缺的问题，不过高医有正完善的人才培育体系。那我们会把人力还有我们的体系的一些医院，看看怎么样把它吸引过来到我们小港医院，那来。大家一起来做哦，不然真的跟市长讲的一样，我们每天的急诊病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包含医、包含护、包含检、包含放等等的这些医师人员，所以整个紧急医疗能力的建制是一个团队的不管是质与量的向上提升。市府表示，除了小港病院以外，目前台东病院、北控制病院冇计划要提到重度急救病院的认证。高雄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医疗资源的提升甲普及化，绝对是一件好代志。记者柯家族柯昭勇高雄采访报道。伫咧中华新港寒人的主要农作物是蒜头甲葱头，不过种蒜头时间爱较长，受到这农村人口老化等原因的影响，真侪农民改种3个月就会当收成的葱头，但是种蒜头的面积是愈来愈少啊。这新港农会也坦白讲，那照安尼先发展落去，日后可能就无这新港蒜头挺好食咯。坐伫田边，真熟手的整理蒜头。今年50多岁林明友伫中华新港算是真少年的做事人。林明友表示，这种外皮红色、较细粒种、气味咸搁香，是中华新港蒜头的特色。但是种蒜头头尾加起来，你要9个月的作业时间，栽种成本逐年增加，愈来愈少人愿意种。即摆1分田的成本龙头已经超过3万块啊，嫌经济来讲，有超过3万块啊。种甲采收了，就搁拍个半个，这拢是时间啊。要种进前，就搁半个月进前就拔蒜头，为采收甲晒干，甲采收甲晒干，安尼超过9个月。根据农业部的统计，1980年代新港蒜头的栽种面积大约400公顷，但是到即阵只剩20-30公顷。是安怎蒜头田会消失甲遮紧？新港农会表示，这和农村人口老化、气候变迁拢有真大关系。种的人拢是老伙仔较侪，少年的无人要爬起来，所以就是变愈种愈少。再来环境的问题，环境就是即摆越热。天气愈热的时阵像这蒜头要种无简单。请无工人，这条是上大的问题。我的做法是野肥啦、喷药啊，拢是尽量家己来。新港农会也坦白讲，若照安尼发展落去，后摆可能就无新港蒜头通好食。这几冬，农会也透过食农教育推广在地农产，未来也按算规划线顶平台，帮助农民卖蒜头，望销路好，会当提悬农民种蒜头的意愿。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即摆来看这条呢是家己的新港，讲到这较早的这旧相片拢是黑白，那准备改变做是彩色，就要把这相片摕去这翕相馆上色。家己新港过牌社区有一间翕相馆，到单还有一个手机，替这旧相片修复甲上色。店家也讲，做这工课是真辛苦，拢做甲无眠无日。但是看到来摕相片的人，因满满笑容，伊就感觉讲有价值啦。用焊夹甲鉛笔处理底片顶面垃圾的所在，加爱加强的部分了后，用脱色的方式使相片出来上色。这是较早要甲黑白相片转变做彩色的一种方式。伫家己县新港画牌社区这间翕相馆，到当阁保留着这门功夫。早期拢无翕彩色的嘛，即马拢会想讲摕以前的少年较水的相片，摕出来个重新个修复过嘛。互伊变较水的啊！阮这个正名叫做黑白相片，来油彩。伊的过程是足复杂，拢爱经过冲纸、冲底片，慢慢来洗，洗起来了，用心慢慢甲彩画起来。较早的社会要有一张彩色的相片，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1984年的时阵，老方面就开始摕黑白的相片来油彩，到当彩色的相片已经真普遍。不过也是有人会摕到相片，或者是地方创新要用的旧相片，请伊斗3工来彩画。做这个地方创生，看到真侪这个旧相片，年代久远吼，已经用要废弃。但是这个老方明先生吼，也当用伊的这个技术，将这个旧相片甲修复。我相信这是对咱地方上这个历史基地的保存吼。伫20年前有接到一个嘛是人摕起来，像这遮烂的相片。这拢袂忘记，我嘛经过规10天的时间，才甲复原，等伊摕到因子孙看到这是好够欢喜的。老方明表示，看到人客摕到相片的表情，伊就感觉这个记忆真有意义。时代进步，相片彩画需求是愈来愈少。伊讲真愿意加这门功夫，希望互基地甲这个记忆会当继续来保存。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3月14是这台湾诗人节，这发起台语基金会甲台湾笔会共同来办这写诗的比赛，在今仔日举办着颁奖典礼。另外，今年活动有特别推出着这台语诗的前辈林宗元，文化部也特别到现场颁发总统培养令。一句一句念出家己创作的诗，作者要呈现台湾变装风潮的台湾价值。发起台语基金会甲台湾笔会等单位共同办台湾诗人节的写诗比赛，这是要纪念检察官王玉林，伊是228事件牺牲性命的台语诗人，因此用伊受难的这天定做诗人节。办到当第3届，这回有成百的参赛者，录取9个人，其中有各中高中生，展现少年世代对台语文的创作热情。其实有真侪代志需要互大家去理解、去看到。当然语言是，历史嘛是，性别嘛是一个真重要的部分。这个纪念日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就是咱应该爱袂当把这件代志放袂去。较早就是因为无观念，无互伊印象嘛。你若互伊印象，讲你会当写诗，我都希望讲咱建立一个台湾一个。真欢喜的，互咱台湾人、少年人的空间。同款对写诗真有热情的，也叫台语诗人先辈林宗元。伫戒严时期就坚持用台语文来创作，戒严解禁了后，伊组织汉字诗社发行诗刊，推动台语文创作，也个亲身出钱出力办台语文学营。文化部嘛特别到场颁发总统褒扬令，感谢伊一世人对台语文学的贡献。老爸有捌讲过。伊就讲物件若无用就会歹去，伊就坚持一定讲台语就对。阮有哪去互伊感染着？为少年甲老拢是坚持，我相信这对咱的少年人嘛真好一个启发。就是讲，咱有当时对着家己理想爱坚持，坚持到底的时阵，一定会豆豆受到人的肯定。主办单位讲，过去台语录音讲的较济，因希望透过台语诗的书写参分享，互大家通看到台湾本土的台湾面貌，嘛认捌台语文创作的价值甲可能性。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咱来看台湾历史博物馆，大概有15万件典藏。这博物馆特别选出宝钢时代刀仔衣，毋但有12生肖大富翁，还有清朝时代升官图、葫芦门等等。希望透过下时代刀仔衣，用趣味的方式，带民众了解台湾的历史变迁。
驴子这一边，所以就有一个俗语叫做离咋离不照，就是驴子走了12没有走的意思。导览员解说，这个清朝的倒仔耍葫芦门，顶悬有47种民间故事的吉祥图案。若是伫梨仔的位置练豆仔练到12点，行到另外一只梨仔遐，按照规定，就要倒转来原本迄只梨仔的所在。除了清朝的倒仔耍，阁有大家用当记伫大富翁。这是台湾历史博物馆的倒仔耍特点。台湾历史博物馆表示，希望透过点出台湾社会无共时期的倒仔耍，互民众了解无共时代的文化背景甲发展。讲希望大家透过这个展览，不管是历史还是地理，还是动物。还是一寡头拄委员有介绍过，即一寡像我升官图，即一寡知识，拢会当为即个展览内底有一寡新的学习。台湾历史博物馆表示，对2011年开馆到今，已经收藏大约15万件的点藏，亲像清朝的升官图倒仔耍，伫台湾南部正接咧耍的12生肖牌等等即寡点藏，拢通看到各时代的文化特色、社会价值观。是讲寓教于乐。这个部分按咱这个博物馆的展览，博物馆的展览内底所带出来这个文化意义，互咱这个亲子之间会当来了解咱的文化。这个部分是真重要。文化部表示，这个倒仔耍特点，未来当看到台湾社会的生活样态，用趣味的方式带大家行入博物馆，了解珍贵的历史和文化记忆，真有教育意义。目前通去文化部艺农参观倒仔耍特点，对今年6月开始，伫台南的台湾历史博物馆，会使看到珍贵的倒仔耍实体原件展出，到时阵会有体验活动，希望带民众了解台湾倒仔耍的100年变迁。记者张家佳、曾俊佑新北报道。新竹市文化局为了要和台记定金找新竹本土剧推广协会合作，透过趣味的戏剧，和囡仔自然接触台记，提升母语能力。这届有改编绘本、故事甲古仔，还有10年的故事，加入这互动游戏，大人囡仔拢参加足欢喜。两个，一只叫古丽，一只叫古拉，阮上介意需要你，就唔惊古丽古拉。装扮做鸟鼠的模样，配合家己制作的道具，用刷拍台语搬戏，佮参台卡的民众互动，趣味的演出，无论是大人还是囡仔，愈看愈深刻，嘛哪看戏哪对咧学台语。就好耍啊，因为平常时拢是听故事尔，搬戏的迄种表演较少。所以有机会当来讲带囡仔来看，就赶紧来安尼。拢足用心的，物件拢传甲足澎湃的，有食阁有掠安尼，阁有头听故事。新竹市文化局参新竹市本土剧推广协会合作，改编绘本故事，用台语播戏，希望透过戏剧，互囡仔对台语有兴趣，甲母语捡倒转来。一直以来，我拢会用故事较甜的方式。我发现囡仔久来因都会坐袂牢啦。我这个人嘛是爱演，我就招一个足好的partner、足好的好朋友，甲我斗阵演这个古丽古拉，这个绘本册，搁另外一本10点2的料理来做今仔日这个演戏的主题。讲台语当着时，这几年愈来愈侪人重视台语，无论是上课，也是用趣味的台语活动、台语戏剧，拢是希望让大家自然接触台语，在生活中讲母语。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到鸡喙齿爱特别注意哦，有一个小车，伊17岁就去做这飞仔在一个鸡喙齿，按照到地就开始无爽快，想袂到一用就用20年，甚至肿瘤变大、落体等等的问题。当事人表示讲，伊会对金属过敏，经过医生诊断所发现讲，这鸡喙齿竟然有这金属成分，就可能是对中国进口的非法材料。如果我不打，免疫系统就会排斥我的胚胎，导致我流产。提出200多支血糖，还有抗生素、类固醇、甲甲状腺素等等的药啊。这个当事人10多年来拢爱注这药啊，因为伊17岁的时阵有做肺的材质的鸡喙齿，那像是非法的材料，导致伊的身体受到严重影响。我每一个礼拜都会送1次急诊，换完假牙之后，大概1年半的时间，切出来的肿瘤大概跟右手一样大。这个当事者伊讲，从细汉伊对金属就严重过敏，5年前才发现讲，
伊豆的鸡喙齿讲是肺的材质，毋过伊的气花却是发红甲反乌。甲鸡喙齿拆落来看，内底有金属、有氧化的情形，这哪像就是互伊身体出问题主要的原因。根据喙齿技术师工会统计，全台湾齿科医师有超过17000人，毋过喙齿技术师甲技术生敢若2667个人。要把关鸡喙齿的品质是真恶，而且推估市面上有超过50%拢是非法的鸡喙齿。假牙是一天24小时都戴在嘴巴里面的，所以如果说没有做好的管控，那这对患者来讲是长期的一个累积。亲像专主管的材料，伫中国淘宝的网站都买得到，毋过内底物件若是无经过把关，恐惊就较有重金属、甲辐射残留。喙齿技术师工会提醒，小数查验进口的鸡喙齿，毋过并无查海外的制造商，恐惊嘛是会有空棚。食药署已经在113年的11月有发函给各大电商平台，请其加强网络自主巡查，如果有发现违规的页面，就要予以下架。有拿到了输入进口认证的产品，那当然，你的工厂的话，也会是一个比较安全、有保障的一个工厂。喙齿技术师工会呼吁，到鸡喙齿进前，上好是甲齿科医师提保证卡，或者是资讯卡，确保是合法进口的材料，为家己的健康把关。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现代人长期使用手机目睭青光眼有愈来愈少年的趋势，主要原因是这近视伤过重啊。专门治疗青光眼的医生就提醒讲，35岁以上的民众一定要定期检查，提早发现，是因为真侪人发现的时阵，视神经拢已经害去啊，上严重可能会失明。坐伫办公桌看规工的电脑，等去处理个愈规暝手机啊，是现代食头路人的日常。长期落来对目睭的伤害真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全世界得着青光眼的患者已经有7000万人，若到2040年，恐惊会破1亿。医生嘛表示，这几档得着青光眼的患者愈来愈少年，已经下降到30-40岁。根据我们健保资料库显示哦，台湾地区青光眼患者啊，大概29%，他的年龄是小于49岁，所以年轻人得到青光眼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取向。那这个里面呢，主要跟高度近视的这个存在有关系。另外有研究指出，青光眼患者出车祸的几率比无青光眼的患者加出来6成，跋倒的风险嘛增加将近4成。医生表示，这是因为青光眼会造成目睭雾雾，甚至看物件会出现乌影，严重的话，更有可能会青眉。青光眼病人最常见的一个就是食衣住行上碰到的一些后遗症，大部分就是跌倒。一旦跌倒呢，包括骨折啦，或者甚至失去意识，或者还有更严重的事情呢，都有可能发生。每当3月份的第2个礼拜是世界青光眼日，医生提醒35岁以上的民众一定要定时检查，因为青光眼初期是无症头的，真侪民众发现的时阵，视神经已经伤害40%啊！医生提醒民众一定要保护家己的目睭。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有一寡罕见疾病伫国内无案例，就要透过外国的文献了解。罕见疾病基金会对2005年和台大病院合作建立中文资料库，提供正确的罕见疾病资料。基金会调查显示，讲有60%的病友是正重视生活津贴和病症体检的相关补助。带出门的时候，我都会很紧张，对，我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突然会没有呼吸。那个是当下的状况，那个环境是我可以处理的吗？转转的妈妈讲到，拄开始照顾转转的时，惊吓的心情。目前8岁转转伫1岁外的时阵，确诊 Amy Grip 症候群，是全台湾头一个。这款病症可能会有白内障、器官发育无完全等等的症头。当初协助转转诊断出这款病症的医师也表示，若是有观察到囡仔有发展较慢的状况，家长通遵照医师的建议做相关的基因检测。那如果说知道致病的原因，例如说知道是基因的问题，那其实是可以去查相关的文献，那知道说这样的小孩在这个年纪，那有可能还需要注意什么。真侪罕见疾病的病友甲家属拄开始知影确诊，通常拢会真惊吓，唔知要安怎。罕见疾病基金会自2005年开始委托台大病院合作建立罕见疾病一点通的网站，收集罕见疾病的资讯，翻译做中文。即马已经到啊听做全球上大的罕见疾病中文资料库。罕见疾病之所以发生，就是来自于那个生命随机的风险。
那么当我们现在少子化了，国家社会需要大家鼓励多生产报国，多生育。这时候罕见疾病本身它的意义又出来了，它已经不是少数人的问题了，它是一个国家层次的问题，社会层次的问题。另外，罕见疾病基金会也针对目前服务的个案进行普查，普查结果显示，有大约60%的病友上重视生活津贴佮有费用的补助，希望通扩大体检的补助。基金会也呼吁政府爱重视病友的就医权利，注重病友的需求，提供适合的就业环境。希望医疗单位、民间团体、政府共同来完善罕见疾病的照顾政策。记者梁家嘅曾俊佑台北报道。全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吉人台北桃园新竹累17度到2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7度到28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9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0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2度到26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Thank you.